各位中三嘅同學大家好，我係電腦科嘅趙 Sir，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新高中資訊與通訊科技科，即係 ICT 科嘅課程學習內容。課程理念：本科課程希望提升學生 ICT 同資訊素養嘅能力，達至現今知識型社會需要嘅水平，並且讓學生具備有效應用 ICT 嘅知識、技能同態度，讓大家將來面對科技同社會轉變嘅時候，能夠應付自如，並意識到有關科技對社會帶嚟嘅影響。課程宗旨：本科希望培育學生解決問題、批判性思考、溝通同埋學會學習嘅能力，同埋評價 ICT 對我哋社會同生活影響嘅能力，並喺日常生活中所需要有嘅態度同價值觀。另一方面，希望發展學生學習同埋運用 ICT 方面嘅潛能，讓學生能夠成為有自信、具創意、兼備道德操守同有效能嘅 ICT 使用者。課程銜接：本科主要係基於初中電腦認知科嘅課題，作更深一步嘅學習。完成本科課程後，將為大家日後投身社會工作，抑或繼續進修，奠下良好嘅基礎。課程結構：本科分為必修同選修兩個部分，必修部分分為5個單元，分別係 A. 資訊處理 B. 電腦系統基礎 C. 互聯網及其應用 D.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，同埋 E.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嘅影響。除咗必修部分5個單元之外，我哋需要喺3個選修主題入面選擇2個主題進行更深入嘅學習。3個選修主題分別係 A. 數據庫 B.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同埋 C. 算法與程式編寫。評核設計方面，本科公開考試設筆試同校本評核兩部分，筆試由卷1必修部分同埋卷2選修部分組成。呢3張卷分別佔嘅比例係 55%、25% 同埋 20%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究竟選擇 ICT 科有乜好處呢？喺學習方面， ICT 唔單止係一個學科，如果大家能夠精通本科所教授嘅知識同技能，可以幫助你能夠更有效咁學習其他科目。例如唔少嘅學科都需要進行專題報告，當你進行問卷調查、撰寫報告或者預備簡報嘅時候，如果你能夠適當咁運用資訊科技，一定能夠事半功倍啦。所以如果你考慮修讀3X 嘅話，可以好好考慮一下修讀 ICT 啊。就業方面，本科所教授嘅知識同技能能有效咁樣幫助我哋運用 ICT 解決問題，將來喺職場上嘅工作效率自然大大提升啦。學以致用方面， ICT 不單止係一個學科，而係喺知識型社會入邊一種求生嘅本能，亦係處理或者解決問題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平台。越早掌握，對大家嘅升學、生活同就業就越有利。喺大學收生方面，除咗理科之外， ICT 係最多大學課程指定為額外課程要求嘅選修科目，大家可以參考以下嘅例子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不如我哋依家實際啲去睇下公開試嘅題目。在下列試算表的 E1 內輸入公式等於 SUM 開括號 A1 冒號 C3。呢條公式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，我哋喺中二嘅時候已經學過㗎啦。SUM sum 即係總和，而 A1 冒號 C3 即係由 A1 開始去到 C3 為止畫一個長方形，將長方形包含嘅數據進行處理。
所以呢條公式其實係叫大家將 A1 到 C3 呢9格嘅數字加晒佢。但係題目就話，如果將 E1 嘅公式複製去 F2 會展現咩數值？你見到英文字由 E 去到 F 係加咗1，而數字由1去到2亦都係加咗1。咁所以原先嘅範圍 A1 冒號 C3 就會變成 B2 冒號 D4， 即係話呢題嘅答案係將 B2 到 D4 呢9格數字嘅總和，所以答案就係12啦。下一題，小芬透過社交網站入面嘅隨機搜尋功能，識咗一個朋友佩珊。佩珊約小芬下星期一晚10點見面，但係小芬嘅大哥建議佢唔好去，主要原因係乜嘢？呢題應該好明顯啦，主要係因為佩珊嘅身份我哋冇辦法確定，我哋喺網上隨機揾一個人，究竟呢個人係男係女，係大係細，我哋喺網上係冇辦法判斷嘅。呢幾個人大家識唔識呢？呢幾位都係近代資訊科技界發展史入面比較重要嘅人物，佢哋都有一個特點，就係讀緊書嘅時候就開始運用佢哋嘅 ICT 技能，將一啲佢哋想做嘅嘢創造成唔同嘅新系統。你會唔會成為下一個呢？如果大家對 ICT 科仲有咩疑問，歡迎大家隨時聯絡我。多謝大家。